有啲觀察咧就發現咧，有好多空宅咧都出現咗成交喎，證明咧個市場咧真係多咗資金入市啊！只要你平空宅我都唔介意啊！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 T&L 投資頻道。我哋頻道主要係分享對大市嘅睇法，同埋我哋嘅投資心得。大家嘅每一個 like、留言同埋訂閱，都係我哋創作影片嘅原動力。睇完記得 like 同留言講下你嘅睇法啊！唔好唔記得撳下個鈴鈴鐘，等我哋咧多啲分享我哋嘅知識。大家好，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隻股票0016新鴻基地產。我諗呢隻股票大家都耳熟能詳㗎啦。咁今日咧，我哋會由多角度咧去同大家分享對呢隻股票嘅睇法啦。不過首先喺介紹呢隻股票之前，想同大家睇下我哋而家個樓市先，因為呢隻係地產股嚟㗎嘛。香港嘅樓市一向咧都係大牛市嚟㗎。不過近年咧喺18年開始咧就開始大波動啦。不過咧喺2018年開始咧就由高位回軟啦。咁啊一路都係波動市啦，下跌啦。咁喺各類嘅因素影響底下咧，過去呢幾年咧樓價由2018年嘅高位下跌咗累近30%，咁進入2025年，市場都出現咗一啲嘅轉變嘅，成交量升翻啦，租金亦都上翻歷史性嘅高位。咁樓價究竟會係止跌反彈啦，定係會繼續跌落去呢？咁而家呢，我哋會喺下跌嘅因素同埋上升嘅因素之間呢，同大家分析嘅。咁首先同大家講下下跌嘅因素先啦。咁雖然2025年樓市整體係復甦啦，但係都仲有少少結構性嘅問題呢，會壓抑住個樓市嘅。咁點解啲人會覺得咧樓市仲會下跌呢？第一個最主要嘅因素就係喺2019年社會事件之後呢，其實咧好多人就移民咗啦。咁呢班人呢，就係香港嘅精英階層啦。中產以上嘅人啦，好多人咧都會賣咗自己層樓，咁就移民海外。咁呢個咧係其中一個喺2019年開始咧樓價下跌嘅觸發活動嚟嘅。咁過往幾年啦，移民潮咧都依然係繼續嘅。咁2025年會唔會繼續因為移民影響而下跌呢？部分嘅人咧都仲有呢個擔憂喺度嘅。另外一個咧就係大灣區一體化啦。咁有啲香港人咧而家咧已經喺大陸生活啦。咁高鐵啊或者其他嘅基建啊或者直通巴士咧都方便咗呢啲人咧搬到翻大陸。咁有部分嘅住屋需要咧都低咗嘅。尤其是深圳大灣區咧，其實就好似個水塘咁，慢慢咧啲錢咧由一個高位嘅水塘香港流去大陸呢個低位嘅水塘嘅。咁一直以嚟其實內地嘅樓市都一路係咁上升嘅。咁所以咧呢個水由高向低流呢個現象咧，亦都係大家會覺得樓市會下跌嘅一個依據。仲有另外一個擔心咧，就係香港其實咧就喺個經濟轉型中啊，咁部分嘅行業就面臨好大嘅挑戰啦。咁啊 GDP 嘅增長都唔及以前啦，咁亦都出現咗好多財赤啊，或者有好多消費模式嘅改變。咁香港嘅本地零售更加係進入寒冬啦，有好多商鋪咧，同埋有啲嘅商業大廈咧，都有好多嘅租金嘅壓力出現咗。咁呢啲咧都係早前好多新聞報道出現已經知道嘅一個事件嚟㗎啦。第四個咧就係國安法咧都好影響到香港人或者國際嘅資金去買入香港物業嘅信心啦。咁失業率上升同埋商鋪空置咧，都係一個令到樓價急速下跌嘅一個原因嚟嘅。咁首先講一講失業率上升先啦。咁啊2025年啊，香港嘅失業率啊就急升到去3.9%。咁呢個咧係大家都好擔心嘅一個現象嚟嘅，因為咧始終牽涉到民生啊嘛。咁好多人冇咗份工，咁所以咧有啲人咧就迫於無奈啊，負資產或者蝕讓都好，都要賣咗而家手頭上嗰層樓，令到自己嘅債務咧就得以舒緩啦。呢個咧都某程度上反映咗喺過往幾年咧負資產數量咧急升嘅一個現象裏邊嘅。咁另外一個因素咧就係商鋪個空置率咧急速上升啊！咁核心商鋪區嘅空置率咧上升到去12.5%啊！咁反映咗咧其實香港嘅零售啊等等嘅業務咧係繼續喺個寒冬裏邊啊！大家啦見到個街咁多空鋪，咁都會失去咗一啲嘅房地產嘅信心啦。就係其實咧香港咧有啲咧有錢人咧，因為啲鋪跌得多啊，咁近年咧如果佢係做咗啲槓桿咧，都被逼咧沽緊一啲嘅物業。咁如果佢覺得鋪佢唔睇好嘅，佢咪沽鋪啦。但係有啲咧唔想蝕讓太多，去沽咗而家手頭上喺好地段嘅一啲鋪咧，咁所以咧佢哋都會沽咗某部分嘅住宅，咁從而咧都會拖低樓市嘅。咁呢啲主導咗過往幾年樓市下跌嘅因素咧，2025年咧情況咧都有少少改善嘅。咁我而家咧又講下樓市上升同埋有利嘅原因啦。有好多港人咧，其實咧都為數不少，我諗數以10萬人嘅港人咧就移民咗，住咗幾年之後，有啲人咧就覺得移民海外咧，其實咧唔係好住得習慣啊，所以咧紛紛回流。有啲人咧亦都唔係好揾到錢啦，生活得唔係太理想啦。咁呢一班回流嘅港人咧，你都有夠錢嘅，因為之前好多都係買咗樓啦。咁佢翻到嚟香港嘅時候，見到啲樓又平翻啦，咁可能都會買翻樓啦，提供一個支持啦。咁呢班回流嘅港人咧，為數咧都唔少啊，相信咧都有走咗嘅人嘅10%。隨住英國同埋加拿大嘅移民政策收緊啦，走嘅人會少咗，翻嚟嘅人咧亦都會多咗噶。咁回流港人咧，可能係其中一個支撐樓市嘅因素。另外就係專才嘅流入啦，政府推咗好多高端專才嘅移民計劃啦。喺2025年咧，有大批嘅人才咧獲得經過呢個計劃咧移民香港，咁亦都有幾萬嘅專才同埋學生咧就嚟咗香港，咁佢哋都帶埋咧佢哋嘅屋企人啦去移居香港。咁過往呢幾年咧，都為香港嘅租賃市場咧同埋置業咧
提供咗一個支撐。咁始終呢啲人都要揾地方住噶嘛，就算你唔買樓，你都會租樓，咁租樓咧都會提升咗一個租值啊。咁另外一個影響咧就係政策嘅減辣啦。咁大家都知啦，而家香港已經冇咗辣椒啦，證明咧就係我一個人，如果我睇好樓市，我可以買10間、買20間。完全冇呢個懲罰嘅稅項啊，咁所以咧，亦都有好多有實力嘅人咧，紛紛入市買多幾間屋，投資樓市。咁呢個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刺激到樓市嘅一個政策嚟嘅。另外就係投資銀行同埋有好多嘅跨國公司咧都回流香港。咁啊，呢啲嘅專業人士同埋金融財津，其實佢哋都揾地方住㗎，一係公司租俾佢，一係佢自己租。另外就係呢啲公司咧，其實都帶旺咗一啲嘅寫字樓啊。頭先都講過啦，好多商業嘅房地產有好多大公司或者有實力嘅投資者持有，喺呢方面升值咗或者帶動咗租金嘅收入嘅話咧，喺樓市或者住宅方面咧都有一定嘅承托嘅喎。另外咧，其實大家都唔好睇少咧，過往幾年咧都有好多內地嘅移民咧經呢個單程證咧移民嚟香港㗎。咁呢啲人咧其實佢哋因為未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啦，啱啱嚟香港都要揾地方住㗎。咁佢補充咗香港嘅人口需求啦，亦都會成為我哋將來樓市嘅剛需嚟嘅喎。另外一個因素咧就係租金上升啦。頭先講咗好多因素啦，根據呢個統計數字啦，住宅嘅租金升咗幾個月㗎咯喎。咁部分嘅月份更加係創咗歷史新高添。咁租金回報率咧就好好啊，而家咁啊有4厘至5厘啦。咁好多人咧，只要佢個供樓利息低過佢個租金回報咧，佢哋咧其實都唔介意買多層樓，揾人幫佢供嘅喎。呢幾個月啦，或者近呢1年咧，其實股市都暢旺㗎，恒生指數都由低位升咗40%，咁帶嚟嘅財富效應咧都唔可以睇少嘅喎。有好多有錢人咧，股票升咗之後咧，咁咪買翻層樓咯。呢個都會刺激咗置業嘅信心同埋消費嘅。另外一個咧，大家都可能咧有留意就係香港咧就出現咗一啲大火嘅事件啦，係咪？咁大火發生咗之後咧，其實咧好多人咧都擔心舊樓咧係咪真係咁值得投資，同埋投資舊樓嘅風險啊。咁所以咧拉動咗一啲半新樓嘅成交，即係如果我要買嘅話，我都唔再買舊樓啦，我就不如買啲新少少嘅新樓啦，夾升咗部分半新樓嘅成交同埋交易金額嘅。最緊要，我哋頻道都講咗好多次㗎啦，就係美國開始進入減息週期啊，因應美國減息啦，香港嘅 HIBOR 咧都會回落嘅。咁令到好多供樓嘅一族咧，其實個負擔都低咗。咁香港咧有個普遍嘅諗法就係自己去租樓不如自己供啦。咁2025年咧，其實樓市咧都出現咗一啲咧向好嘅現象。咁啊，我都同大家分享下，等大家都留意下係咪真係要開始入市或者觀察係咪值得入市啦。首先咧，第一個現象咧就係買盤多過賣盤啊。咁啊，賣盤其實大量減少，二手貨源咧就開始疏落，業主開始封盤同埋反價。好多時你要買一層筍盤咧都唔係咁容易噶啦。咁啊，而家賣家咧都唔係好接受講價噶啦，就冇得話我要買400萬，咁啊講價講到390成交，冇呢支歌仔唱啦。因為你買唔買過主，因為賣盤少咗好多啊嘛，咁所以咧而家你話想再坐低啲價去買到層樓都難咗。咁呢個咧都係一個樓市企穩嘅一個息路嚟嘅。總之賣家唔急住賣，大家對樓市個信心出現咗啦。咁另外咧有啲統計數字咧就出咗，空宅嘅成交咧都增加咗。因為咧過往咧如果樓市唔係咁好嘅話咧，冇乜人會買空宅啦，係咪？因為我喺市場上大把賣盤任我揀，係咪？但係而家咧有啲觀察咧就發現咧有好多空宅咧都出現咗成交喎。其實咧證明咧，個市場咧真係多咗資金入市啊！只要你平空宅我都唔介意啊！咁另外一個實得嘅數字咧，大家都需要留意嘅就係負資產宗數減少咗。負資產宗數咧由首季嘅高峰咧，而家慢慢開始回落啦，去到3萬頭啫。咁顯示咧樓價回穩啦，咁啊業主個財務都開始改善啦，咁啊唔再爭銀行太多錢，就證明咧要急賣樓嘅人咧又少咗，俾銀行咧 call 緊窿嘅人亦都少咗。咁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向好嘅現象嚟嘅。綜合以上數據啦，一手樓嘅成交咧都突破咗2萬宗啦，二手樓又接近4萬宗。咁啊樓市指數咧其實幾個月嚟咧都一路向好上升緊嘅，由低位反彈咗3至5%。我諗咧樓市上升咧都係個共識嚟㗎啦。咁既然樓市上升，我哋梗係講下地產股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就會同大家分析下新鴻基地產0016啊呢間大家又愛又恨嘅公司。愛係因為大家好多人都喺佢身上賺過錢，恨係因為佢真係賺曬大家啲錢啊嘛。咁所以如果你想同佢一齊賺錢嘅話，不妨大家喺下一集再聽下我對佢嘅睇法分析啦。